线来看，这个国民党内的三个带头，吴敦义、朱立伦甲马英九，早暝是前后到彰化替立委的候选人郭定峰来徛台。朱立伦甲马英九是直前前后到场，并无拄到面。若吴敦义甲朱立伦嘛，敢若握一解手，自头到尾拢无讲话，三个人的互动是真冷淡。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到彰化，将立委候选人郭定峰的手牵条咧，徛上舞台，全力吹票。咱的新北市市长嘛是咱的前主席朱立伦主席。无偌久，前主席朱立伦嘛到位啊，对人无遐济，抑过真骨力握手，甲党主席吴敦义互动嘛，干那一摆尔。欢迎我们的民党欢迎市长，谢谢。 为了2020的总统大选，朱立伦才向吴敦义话讲，唔能够搬换跳的风波。伫这个时阵，两人见面，差不多令互动气氛嘛真奥妙，嘛是国民党党内头人之一的前总统马英九最后才登场。总统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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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前总统马英九，吴敦义加真热情，笑容嘛较温和。 不过马英九甲朱立伦一前一后完全无拄到，三粒日头选择接力徛台，就是要徛做伙同时发光。